啊，乡亲啊，要大寒咯！气象局讲，后日拜三暗时寒流就会到位，中部以北的低温只有7、8度，外岛马祖只有5度。尤其风真头的空旷地区，这个体感温度会落降到3度，甚至是0度。台湾的高山嘛有机会来落雪，啊，讲这波的寒流会影响台湾，一直到元旦过了后。破的不够大，没有啦，不乖的设计呀。破裤加加阁会使穿2工，围巾抹好，帽仔戴好。大家加较注意，寒流要到啊！拜一、拜二拢真温暖，30号拜三会有寒流。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全部拢真寒，温度全部对29号温暖26，低温会一直维持到元旦。29号北部的民众阁有23度的温暖，一夜之间寒流一到直接变天。30号虽剩9度，31号跨年阁来个剩7度，元旦嘛干那8度，马祖甚至干那5度。愿意陪你去跨年看烟火，陪你去元旦升旗的人拢真有义气。那我们预估这一波寒流影响最显著的时刻是落在30号晚上。31号一整天，一直到元旦的清晨，这段期间各地的最低温在北部、东北部还有中部大概是7度到8度左右，南部和花莲、台东大概也只有10度上下。中部以北沿海空旷地区风速比较强的地方，体感温度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大概0度左右的体感温度。这波寒流，敢若东北部风头面的落雨，不过敢有可能互关山落雪。北部迎风面区域的1、2千公尺左右的高山，如果温度跟水汽有配合好的话，是不排除可能有下雪的几率的。寒流会对今年维持到明年1月2号，温度才会开始较回。看你们大家咧庆祝的时，嘛会记得穿较少的。